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5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宴请。人们非常喜欢讲礼尚往来，特别在丧喜事上面，无论这个是红包啦，或是白包啊，总是会有一些人会问说这个行情是多少啊？也听到很多人这样回答说，哎呦，那看交情啊，这等于没回答。不过呢，这就是所谓的社交场上面不成文的一个规定，虽然是这样子，可是没有一定死的规律。曾经听人家分享就说某个朋友家里面有喜事了结果事情过了之后呢，就听到新人的父母亲在讨论这个对于收到的这个包礼啦、送礼他就一个一个的唱名还检查他们包的多少钱。听说了，甚至还会说以前我都包很多给他们现在竟然包那么少回礼真是亏大了。这是人之常情社交礼仪上面的一个习惯一个习惯。但基督徒呢，创世纪18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了亚伯拉罕他看见3个客人走进他的帐篷。从经文上看起来，这3位不是亚伯拉罕的朋友，他应该不认识他们。但是亚伯拉罕却是表现得非常的热情来招待他们，并邀请他们进入宴席。圣经的记载这样说到，上主在曼利的圣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是白天最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他抬头一看，看见3个人站在那里，他就跑向前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对他们说：我主啊，请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让我招待之后再走。我去拿水给你们洗脚，请在树下休息。我去准备一点食物给你们吃，吃了才有力气继续的赶路。你们到我家，请接受我的招待。他们就回答说：好，就照着你说的去做吧。亚伯拉罕就急忙的跑进帐篷，对撒拉说：赶快拿最好的面粉出来，烤些面包。接着他跑到牛群中，选了一头又嫩又肥的小牛，交给仆人，吩咐赶快准备。他拿来乳酪、牛奶和牛肉，把食物摆在他们面前，亲自在树下招待他们，他们就吃了。我们从经文的记载来看，我们看不出或是说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期待要得到回礼，他只有单纯的热切的招呼他们，并且盛宴来款待他们。耶稣基督对于宴请这件事情也有特别的教导。他在路加福音14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记载这样子提到，他说耶稣又对宴请他的主人说，你招待午饭或是晚餐的时候，不要宴请你的朋友、弟兄、亲戚或是富有的邻居，恐怕他们要回请你还了你的人情。你要请客，就要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跛脚的、失明的，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那些人无力报答你。在义人复活的时候，上帝要亲自报答你。耶稣基督他说，宴请千万不要期待回请，礼尚往来。
要厌弃那些比你还缺乏的人，他没有能力回请你的人，这样天上的上帝必要亲自来报答你。诗篇30篇，上主啊，我颂赞你，因为你救了我，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上主我的上帝啊，我向你求助，你就医治了我，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上主忠贞的子民啊，要颂赞上主，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他的怒气转眼消逝，他的恩惠永不休止。夜里眼泪汪汪，朝来喜气洋洋。我安稳自在地说，我永不至于动摇。上主啊，你厚恩待我，使我稳固，像树立在山上的堡垒一样。但你躲开不理我的时候，我就恐惧不已。上主啊，我向你呼求，我恳求你帮助我。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我进坟墓有什么益处呢？死人能够颂赞你吗？他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上主啊，求你垂听，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你使我脱掉悲伤，披上喜乐，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有能力来帮助人。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心存着等待人的回应回请的这样的心态，愿意甘心乐意的为需要的人摆设宴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